喺香港，如果要一大班朋友 gathering， 最好嘅選擇當然要數到燒烤啦。最近我哋就喺尖沙咀呢個食肆林立嘅兵家必爭之地，發掘到一間燃起大家燒烤之魂嘅餐廳。到底佢有咩過人之處？我哋一齊去睇睇。傳統嘅日式賓燒放題，一般都係提供唔同種類嘅海鮮食材，例如蠔、大蝦、魷魚、甲貝類海鮮等等。呢一間餐廳當然可以滿足你嘅需要。不過，既然我哋特別介紹得嘅呢間餐廳，當然仲有佢嘅過人之處啦，就係佢將推出嘅最新王牌罐罐燒。呢種日本地道烹調手法，多數都係沿海地區、產鍭區等地就見得多。今次首度引入嚟香港之後，港人唔使飛去日本都嘆到啦。到底有咩唔同？傳統賓燒，火嘅熱力會令到海鮮嘅水分被抽走，所以賣點係食佢嘅香口。而用上一個特製爐具嘅罐罐燒，喺燒嘅期間會喺爐入邊加入清酒高湯，所以一邊燒一邊有埋蒸嘅元素，完美保存到海鮮嘅水分，所以賣點係200% 嘅海鮮鮮味。而喺等蒸熟嘅期間，仲可以一邊食住刺身咁等，而且而家幫襯更可以優惠價38蚊，享受埋一 set 時令海鮮，好似日本女川生蠔、深海赤蝦、沖繩魷魚、翡翠螺等等，俾你鮮上加鮮。甚至而家仲包埋每客一隻鮑魚，認真和味十足。順帶一提嘅就係佢哋入口嘅全部都係由日本女川直接入口嘅活蠔，絕對唔似坊間部分餐廳咁用雪藏貨嚟做，鮮味有一定保證。除咗好食又多海鮮選擇之外，最緊要嘅當然係抵食啦。所以話放題一樣可以有高質素。